无人女侠即嘛是真事件哦。台南警方最近是侦办一件，有一个查某人，伊无经过同意，就去无人女侠休困冲灯，互业者是真困扰，所以提起告诉。台南地方法院是以侵入客家判拘役20日咯，买当1颗罚金。监视器翕到姓周的查某人，先就为房间行出来，带去准备离开。毋过，伊毋是住伫遮女客，而且无经过旅店业者的同意，就直接入来休困充电。互业者通报警方提告。经查，周女并未毁损物品，但行为仍涉及无故侵入住宅罪。现场将周女带回侦办，按依侵入住宅罪嫌送办。这种无人女社是这几年流行的女社，也因为介绍比一般女社较俗，加做真侪女客第一选择。民众订了后，业者会互因大门闭闭，房客入去大厅了后，佫直接走出家己的房间，一切拢是家己处理。啊，毋过好亲像业者长期无该闭闭的空房，互人趁这个机会，也互民众感觉成为喊过。安尼唔好啦，爱钱要先做啦。差不多10月初吧。10月初啊，到过偌久啊？密码赶快，过偌久啊？你的密码拢赶快。拢赶快啦，拢赶快啦。所谓无故，就是未得法益处分权者之同意而进入他人之建筑物。因此提醒民众，如果要进入他人的建筑物前，最好是征得屋主之同意。警方调周边监视器比对行者，锁定姓周的查某人，佮通知到案。经过了解，无扩大破坏或者是偷物件行为。啊，不过已经勘察报告亲自主体，警方才有定数将人函送台南地检署。警方强调，过去也捌发生同款的案件，业者应该爱定时换笔笔，唔通互同款代志佮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